收看基本嘅风起来呢个节目。9年嘅台铁通对台湾重新恢从大界人向，尤其对推动冻势嘅只地方哦，破坏非常嘅严重。不过冇因为安样呢，大家是忙下去吼，电到建立只冻厂嘅协会哦。呢只协会咧为嗰只地方做了冻多嘅事情，基本嘅咧，你好好来分享，你还有乜嘅新歌，大量用呢嘅东西，先来分享呢个体界里边是呢冻势爱向协进会嘅执行长荣立清。大家好，我是东势爱乡协进会执行长杨丽琴。欢迎执行长哈，好，今日来分享你南外一个里边，佢系共同嘅重排人，邱成先生分享。想你，就在今夜老团长邱成，大家好，欢迎老师哦。一开始我小嘅时节就是爱乡东势爱乡协进会嘅共同创办人咧，太感说黑卖你呢，结果一看黑邱成，我们说昨天讲黑老团长哦，我讲要排谁嘛？老团长，老团长，其实也好有青岛嘅好声音，同大家来分享嘅时间，讲秋秋合唱团有冇？大家就会讲有啲哦，我讲也清好声嘅有冇？80年次嘅好声音有冇？说有哦，你好像有听过，唔讲讲就在今夜有唱歌嘛？大家就啲嘅。对，所以这样子，刚刚一哼台卡就第一黑邱老师有吗？有哈。不过今天真迎亲粉戏有唱到亮傻哈，一起来到这边共识开发，看到天创有暗斗给东西哈。然后这个邱成老师又坐在这边，然后就有什么关系呢？其实因为2个人共同创立了这个协进会嘛，对不对？这个爱乡协进会做了好多的事情，都在爱乡协进会，大部分都是。在那个921大地震之后，在东势这个地方，其实做了哪些事情？那时候921地震的时候，因为很多中高龄妇女就没有工作，一下子没有工作，所以我们就成立这个爱乡协进会，对，然后让这些中高龄妇女有2度就业的机会，所以我们就开始下去做植物染，对不对？哈，而且有一个品牌。建立了一个品牌，这个品牌好有意思，细手污染。对，细手污染，对不对？哈，而且细手污染这个品牌，你听这个名字听起来就觉得说，细手就是手很巧，细，对不对？是，对，觉得是手很巧。对，就建立了这个品牌，这个品牌到现在也很多年了，很多年了，就从地震到现在。对，然后也慢慢的打开这个品牌的知名度，对不对？对，而且当时建立这个品牌的时候，也没想到后来会发展到现在这么久的时间。对，没想到，对不对？而且事实上，因为泰卡会凶啊，叠董事啊、T 缝啊，有按斗给董事。可是为什么是做衣服？比如讲，为什么唔可以做其他嘅东西？为什么是做纱布？东西就差不多50年前，是系那个东势个雪山林场。造就了真多了个真多生意啊，就加油20件立下哈，前后年规家路中啊就家人，当然了，如果按你丰盛的那个收入哈，因为想话做西装啊，咁样东西做西装一贵哦，今年做生意的，所以讲东西嘛真多做西皮咯，所以讲所以菜地干嘛？差不多50年前就真多罗斯福嘞。50年前，干嘛是横贯公路开通哈？那个太雪山的那个干嘛伐木啦，干嘛总还是卖刮啦，个修剪又几大啦，所以东西算。出产东多木材的山乡啦，所以不管呢食衣住行做东西算驾驶总要真高，退伍的细阿妹总要来东西青条路，旅社也很多，故说因为这样子的背景的关系之下，所以那个时候董事。
董事嘛，台富雄董事，为送给老爷，董宇给刘子太家就做到清底线有嘛，都做给谁披露啊？所以其实是留了青斗，真的是我们说纯手工制作、手很巧的老师傅在那里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等于是之后执行长在那里建立这个协进会的时候，就想说，那这些老师傅的手工艺总得跌贴啊，我们要把它留起来，所以我们就做了这个，对不对？是，本来那老师傅都没有工作的，因为经济不一样了，所以那老师傅都没有什么工作。地震之后，我们就只有染布，染完的时候看起来只有一块布，不知道做什么所以就请那些老师傅来进来，我们才开始研发，才做这些客家衣服。那些老师傅做到现在这个时候，其实年纪也蛮大了吼，大概60几岁，60几岁哈。我觉得真的要很珍惜你有讲，因为呀，他真的是大量给成衣厂做衣服，就像来呀，他身上这个衣服有没有？也是看起轻讲有嘛，不过就会呀哈给石头给成衣厂做出来嘅衣服，不过以前嘅年代，从来妈妈嘅年代就被定做洋装，然后定做蛇皮篓，嘅工啊，係轻优嘅工，尤其係蛇皮篓翻开来，哇，这个几层内里有没有？然后很挺，做起来就很挺，看起来就很棒的按用给轻脏掉嘅按用给杠狗。可是像现在，因为随着时代的改变，我们都很怕那样子的手工艺会失传，对不对？所以现在有一个这样的品牌，其实也让这些老师傅可以继续的去传承按用给手工艺。对，所以都做的。那秋成老师自己有穿这个品牌的衣服吗？膝盖有做吗？我唔攀得着，空啊！真劲黑吗？因为你看执行长根本你就有做啊，对不对？你这一件就黑，错吗？对，而且你那个颜色好漂亮，你跟紫色，你讲紫色有一些就是茄子的颜色，像这个也是你们自己手染的，植物染的。对，我们是用大青植物去染出来的。可以染出这样的紫色，怎么那么漂亮？暗讲，像这一块也是。这一块，对，这一块紫色的也是。紫色的也是。因为它上面本来就有花纹，所以你这本来，而且你还有条纹，它并不是整块。不是，它本来就有条纹，所以它出来，因为它这个布不同，所以它出来的颜色。有的就会比较深，有的就会比较浅，比较深，比较浅，好漂亮。对，像这一块布就感觉看起来轻狗点有冇？好像可以做那种很正式的衣服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其实整个天然植物染对你来讲，一开始你也是不会。不会，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也刚好慢慢学。那现在你还会转家的吗？还好了。以前嘛，试验过用东西真的泰梨哈，用泰梨。来研发，跟色就冇相关，是这咯，泰梨是的。不过秋成老师，你是音乐人呢，对不对？你按用嘅东西，你就在旁边看就好诶，看就好诶。当然都看见啦，略啲嘅。当然看见都要用做。不过听说其实亚哈按用嘅协进会，一般来讲有按用嘅作品之外，你们还有开 DIY 嘅口场，系冇？对。就是像比如讲，我们台港黑工 Hido 给片给时间 Hido 给片撩，有按用给 DIY 课程可以参与。有看你要做染布或是要做什么 DIY 的都可以。就是染布的部分。雨欣都给你去报名吗？有啦。就是一次来就是大概一个游览车或是。按导引都这20几个、30几个这样子。是有导览吗？有导览给内容吗？譬如讲大家来的时间，同大家分享要用的搞大家用嘅知识知识也有要啦，现在就是要那个流程要介绍完，他才可以自己下去染。真劲！而且黑媒体都给片，除了染布之外，还会行聊聊有没有一日游？一日游。有没有旅行，对不对？小旅行，一日游的，对。我们东多地方可以看，很漂亮哈。对啊，因为像秋成老师，你就懂摄影嘛。那个时间，青岛看个火焰虫、萤火虫，满山都是。现在还满山吗？就会，因为青港有时候随着这个
环境改变。2万年。哈哈，还有是不是？嗰种有一款冇，有一款冇。你上礼拜去，哇哦，哈哈。那恁不卡出去差不多15分钟，就是在看到。就做在看到诶。我说其实大家公司采访你，黑讲去到董事呀，在提防的时间，就除了可以去看那样嘅植物染，还可以有 DIY 嘅考场，行到创嘅事情，起码该咧，还可以有一日游，还做在看保养虫，系冇？做得好，做对。真好搞，系冇？真好搞。还是全牛大餐。全牛大餐，还有4个东西。不过董事还是有他自己很特别的东西，而且那边有很多好吃的水果啊、柚子啊，很多特别的饮食哈。用亲朋友其实许多改片，但想走在看到，冇去用个东西，还走在行行聊聊，是冇去用个东西，还用嘛改的大家聊下，等下长怎么嘞？赵强都是董事爱向协进会嘅执行长老共同创办人哈，这个邱成老师来到鸦片哈。我们上一段节目是有个青岛嘛，这些董事其实有青岛好玩的地方、好吃的东西，对。不过大家按杨颖哦，其实像这个协进会里面，其实有很棒的这种衣服可以定做。黑公大家有兴趣就得去定做衣服。那吉蒙一坤执行长身上这一件，我就一直很喜欢。对，因为它就只有一个颜色，金黑。因为金黑发布唔够给它就是一个颜色，看起来轻高雅又轻素雅的感觉，而且穿起来你要安心，因为是自己手染的衣服嘛，对哈。然后刚上一段有讲到嘛，那个邱老师讲说有保养虫做的款吼。哎，老师，你以前是在台北打拼，你后来就决定要回东市去，对不对？就变成一个归乡的人，对不对？返乡的人。原因是我希望我了解more吼，我有田园生活的经验。我今晚差不多今年都我上初中，是，很简单的读初中。哦，真简就按简单跟演员就专业。真简单。真简单，唔讲系糖讲你专业过后会吃到有一种这种返乡的人转到去家嘅故乡，他变到异乡人的感觉。有冇？你看你去家嘅故乡的鸦片，你去到别的地方，唔讲你转去家嘅故乡，你反而觉得自己是异乡人。黑某，执行长收到暗涌，你是不是有这种感觉？有一点点。怎么说？怎么说？因为讲，离开故乡真多年以后，会想我故乡，种种好处了哈，好的，好山好水，好的回忆。但是叫你确实有发现真多问题哦，环境啊，森林滥采啊，大家是以前叫你干嘛，还有点天哦，那个都是对环境不好的，所以讲，在很美好的想象回去。就发现又真多事情，可以请朋友啦，向我参详，来去改变啊。安永颖吼，给执行长给感觉很用诶。你那时候跟邱成老师一起再回到东市嘛，是不是？对，你的感觉怎么样？就是感觉回去，因为那是客家庄，对啊，我是闽南人，所以。我也不大会讲客家话，因为客家新 Q 嘛，应该是客家新 Q。而且那个时候，因为邱成老师是台步 Q 嘛，所以你那时候都听不懂，听不大懂。不过亚哈做的听得懂，大部分。亚曼是对的，亚曼听得写的。啊，你转到改片给时间，会觉得不习惯吗？一阵子而已。不过后来就现在来就觉得。住那边就真的很舒服，很舒服。不过牡丹枪按永颖哦，因为其实上一段有共斗嘛，其实都是因为你说那个时候哇很繁荣，你们那边是不是有一条街本街，黑面那条给路以前还新繁荣，很多店家，对不对？对，很热闹。所以名我都本街啊，本街第一条街。最热闹的一条街，最热闹。它很多地方，梨山、卓兰还有和平的人出来都要到
这个地方来采买东西，它变成一个集散地，对不对？对，大家集中的地方。然后那时候，跟想象那个林业很发达的时候，哇，用青豆很多有钱人会在那里穿梭。可是后来因为整个921大地震，很多店都倒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本街很多店都倒了。就是没有人潮了。人潮因为路不通啊。人就都没有经过东势了。以前游览车啦什么很多都会经过东势。可是那个时候是不是那个秋成老师家有个富山旅社？是不是富山旅社好像有剩下一点点没有倒？是不是？黑毛有毛？富山旅社是66有壁哈，墙壁啊哈，啊本体还是没有倒了，只是以前的那个旅社的房间剩下1、2间而已，因为以前的房间都是用隔的嘛，隔的现在大部分都被我们拆掉了，所以剩1、2间的以前客人住的那种房子。那现在呢？现在还在，亚麻还在。亚哈有营业吗？没。为什么那现在是变成一个老房子留在那边？是的，去看啦。做得去看，有重新把它整个整理好、盖好吗？就是那时候有病嘛，有没有去修复它？有部分修复有。因为那对秋成老师来讲，应该是你的回忆吼。做得按讲嘛。嗰度细汉都带讲，其实都去台北读太好，带20年了。对啊，就因为你想想看，这个小时候的回忆都在那边，所以现在那个房子就是还是保留在那边。哇，这说得讲好险有吗？没有整个都倒掉。不过秋成老师就按用你专心懂戏嘛，然后在那边生活，觉得有青豆跟问题，杠书呀某 Q 用。不过回到那边的时候，因为秋成老师以前的创作都是华语歌曲，可是后来慢慢就有母语创作。是为什么？是因为觉得大家都开始母语创作，鼓手你会开始母语创作，还有冇该某 Q 嘅杠书？因客家歌吼，从大概35年前，你看所谓民歌，哈，青闹捏干嘛哈，根本都冇客家歌，冇啊，冇演奏，一条都冇。啊，所以除咗山歌啦，嗱，流行歌曲喺冇啦，唔過山歌喺有啦，啊，所以講创作者有一份自觉啦，就讲母语啊，我韩国街头啊，还我母语有啊，有啊，大概是他，该多买下的，那你卖祖宗田，莫忘祖宗年哦。我做桥段都同嗰啲朋友，就给就20-30年前的事啦。啊，咁樣確實啦，係咱咁樣係無按呢。自覺吼，即個反省，即個來係咁講語言嘅講誒母語嘅自由吼，因為你台北橋頭唔係通播客家話啦，因為從報柴有冇槍韻啊，都要講客家話，有冇？下一站係有冇？呀，確實係按你講。一分奋斗，一分努力，一分成果。冇去爭取啊，你唔會重視啊。唔了做車就好，也非常基礎。唔做講客家話，真太放啊。冇講安尼啦，唔講原住民，講阿美族話當太陽，你嘛當自由，所以講你們。所有各族的語言是大解放，唔錯，也本來母語是天。真嘅，我家下吼，我家依個行嗰啲路方哦，談到客家語，佢用啥啲講法嘅時節，係用客家話用對話，係會知道情感通呢。你唔講係會講20年過後，也係30年過後，你行到嘅改路方，真嘅談唔到用啥嘢講法嘅時節，係用客家話用對談哦。唔過其實講到音樂的創作，其有非常嘅多，有一首歌吼。童謠，對不對？
永妹妹18岁，就是欣赏同给谱曲的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因国体中啊，不管係客家地方，也像好多大概唱好多歌，佢哋嘛有童謠啊，不能用念嘅念詩。我記咪帶落嚟嘅楊妹妹18歲時，我當時嘅太普真流行嘅一個童謠。本來佢冇 melody 嘅，冇嘅。沒有曲，因為佢係念嘅。係，佢用念嘅。我20年前做呢是譜曲，你咧學生仲啊真愛唱，真愛唱，那基本也還會唱一下冇？會冇？然後喺度唱1分鐘。來，朴樹，這行中朴樹，欣賞唱。永妹妹18歲吼，其實它是一個好記的童謠，因為呢個歌詞唔會輕難，迄講它又有旋律有 melody 嘅時間，就更容易去唱嘅，聲音嘅輕好重。哦。杨妹妹18歲，做夫家，將每家，從那門樹下，從到門樹下，兩斗米打起把，磨湯好溫溫的沙，兩斗米。打起把磨湯好溫溫的沙，楊妹妹18歲，做夫家，將每家。会吗？你有没有常常听老师唱？有吗？常常有哈，听起来好舒服哈，整点会有一种那种好像童年记忆的感觉哈。不过哈，乡亲朋友哈，其實還有很好多嘅歌曲，讓大家來分享，請大家先聊下，你等下等陣來。行過水無流，經過你開山，愛就轉來老故鄉。江水埋約咗兩岸橋，地橋頭也橋尾，但願太地痛，江山路無通，愛行玻璃向離山，半甲過嚟吹，7分水未到，愛做龍已經13年，老天做娘比扛，有種高調理，老天說從市場買花，人言今後有骨架，江水買約咗兩岸橋，地橋頭也橋尾，江水買約咗兩岸橋，地橋頭也橋尾，行過水無流。好舒服，好
好好听哦，后堂吗？执行长后堂吗？好听，好听哈、这个歌词很有意思哎，这个狗子亲有意思哎，而且还有一下都懂戏给相，比如高阶离黑嘛，好，没错嘛哈哦，现在很紧张呢哦，在创作者面前还被敬重哎，这类不用压数狗给狗口压狗词嘛，铁通是迄哦，写的歌啊，铁通同个横贯公路啊，总啊切团的，俺个东西真多乡亲从里山种水果呀，狗子也种菜，无法度对国关上，爱对玻璃，哈，对玻璃安尼，加出2点钟的山路啊，了头我是写讲吼，俺了摆对那个里山对玻璃落来，韩国水毛流，决心乡啊，经过决心哦，决心甲慢慢真多转的，啊，讲来做农已经13年了，啊，就拄到太地通，啊就乡亲通啊介绍讲。一个江西妹，我做梁安桥，我讲见面，系啊，唔啲橋妹講，真熱咯，甲看人咯，細食嘅咯，那橋頭橋妹冇講喎，是唔對啊。啊講，那都今年太地通、槍山、落馬通，啊，挨做農已經13年啦，嗬，啊，禮拜啊，落來約會啦，約會嘛嚇，啊都係橋頭啊橋妹，啊所以經常啊，一個江西妹都係橋頭啊橋妹，這個約會嘅嗰個不安嘅心情啊，啊就江西妹約咗梁安橋啊，唔知橋頭呀橋妹，見咗相啊。鐵通是喺度到了嘛，唱17年有了，鐵通第2年嚟寫，到了啊，我真多朋友，真好唱一條歌。真嘅，因為熒光眼就會按搖你哈，其實講到創作，講到狗口嘅時候，那整個好像眉飛色舞，有冇就很開心，然後就會忍不住還是要唱一下哈。但就是創作人、音樂人的一種這種感覺，而且音樂對佢哋來講，除了後天的努力，其實天分清楚，要進入才華。因為我就廣告嘅時間，我就唔會嘅，正常我唔會冇嘅，我唔會。不過你唔會冇相關，你都得聽老師唱，按鈕就走的。那剛才在唱到歌詞的時候，因為也係921創作的歌曲，黑某黑公也係以前寫的，我就在想說，哎呦，這應該是寫給執行長的情歌哈，有沒有？你有沒有寫歌給老師、給執行長？有冇？夕陽照着我的老茉莉，老茉莉，真的小茉莉大家都變老茉莉。老茉莉，還有周德茂變老茉莉，周德茂，你會介意嗎？你就幽默嘛，高興就好了。好，高興。每一首歌都當作是，姚妹妹18歲，梁媽媽68歲嘞。坐高鐵咧，唔係坐火車。故說唔係容妹妹18歲，而家係咪嘅係容妹妹68歲按鈕呢？唔過挺有意思哦，就會有按鈕嘅歌曲，其實青島嘅時節就會有按鈕嘅歌曲去撫慰人心，對，它是很重要的，對。所以其實現在你看音樂，然後現在又做這樣按鈕嘅按針雕嘅手工藝，而且聽說執行長很有野心哦，你喺新冠度上嘅，唔係是按電單聽聽，然後去打造客家嘅高級嘅定制衣服，對不對？有這樣的野心，是啊，有嗎？有在做了嗎？已經推動很久了，對不對？已經推動很久了。那所以就會真的，是不是會有人專程移動你給別人去定做，對不對？朋友會帶朋友去。沒有說很，不過就會有特定的一些人會來做這樣。而且其實不止衣服，可以變成青島按用嘅東西，對不對？這種小的東西，就是小包、小皮包啊，小皮包可以當化妝包嘛啊，那像那個是裝水壺的，
哦，那个是水壶的，这个是装水壶的。哦，好像矿泉水啦，或者水壶，就用那个袋子比较很方便，而且你用 CMO 你用给化妆包，其实也可以当铅笔盒啊，对不对？好像这一个颜色就好漂亮，因为它这个颜色很亮，很亮，对，然后上面的图案又蛮可爱的这样子。来，你讲给谁？秋成老师好像很好奇哈，老师你没看过黑毛？你没看过吗？你就专心的创作音乐听听，你都没，那个灯光无相关吼，色了变较讲，哎，模样啦。其实在工作室的时候就是这样。其实整个爱乡协进会吼，在做嘅事情有青岛啦，唔睇单车按用嘅，不过基本伊在节目底路收嘅迄按用嘅东西，有布啦，有不一样的手工艺的一些相关的产品。不过亚哈也慢慢的推动，唐工也有一些新出名嘅口厂黑毛。对，像新住民都有照顾，然后就是也有安排一些课程让他们来上课这样。很用的个口厂，像拼布啊，拼布就跟我们这个手工有关系的，还有他们的考驾照。哦，考驾照要有，对，考试，像上课一样。像补习一样，他们的考驾照，他们有的人，他们因为不认识字，所以有的人都用10倍的，这是真的也是。不过考驾照真的可以按容易，有时候你考很高分，你路考我听说会高，希望你已经清杯试查的，不过还蛮考试，就有按用给问题，知道吗？对，所以有按用给考场，有一阵子那个监理所会到我们这边下乡来啊，现在又没有了，现在又不行了，因为场地没有，所以现在就是他们有时候要上课会来，就是会个别的跟他上。我在没有驾照抓到就要6000，对，可以走不得，而且不安全哈。共识开发，我在执行长哈跟邱老师的身上，我看到就会一点一滴。觉得一点一滴的去尽一个小的力量，然后集合起来，对不对？时间慢慢，那就是一个很大的力量哈。按用黑青窗的事情哈，基本上哈按验哈，在台中哦东市，我要再学一次大埔腔，东市跟台北强黑东西该讲西嘛，东西该讲西嘛，吼，也还台不强哈。今天按验嘅地方来到亚片真点，谢谢执行长，也谢谢秋成老师哈。而且我们又重新现场演唱，再听秋成老师再给我冲一拜，用妹妹按用给狗口，还有龙安桥之恋，给刚够真点嘅情吼。谢谢执行长跟谢谢秋成老师，感谢啊，谢谢。好，乡亲朋友，3年下来咧，天天认同欣赏得走认同了。